公布明年调配会新的会长理事。历经多项吼，今日是咱的选举日吼，大家拢真配合，所以咱的所有的新团队都完全没有问题。即嘛北区王依英、吕以哲、陈宝忠、黄桂华，还有淑梅，请上台。南区王淑梅、李明珠、黎元昌、施英晴、汪坤朗跟黄晓玲、罗科信、何启忠。咱今年的新团队哈，上侪回归互恁有90个，没错。可是我们也有新团队是。 不是60几岁，是50几岁啊！所以咱今年的团队哈非常年轻，很有活力哈，所以请大家继续给因支持。咱长辈会有这个团队，我想应该会袂歹。不过有好啊无好，唔是阮家己讲，所以我到尾就想讲，叫因介绍，一定讲哦，多谢，还是无意思。所以我就想讲吼，我嘛爱互你大家安心。咱到底有选出来对的人啊，无对的人？啊，要咱知影讲，咱是有选出对的人啊，无对的人。 我想咱来甲伊互动，咱就知影吼，这个有巧啊无巧吼，啊大概对咱好啊无好，所以即马开始，我想吼，咱来做点互动，请这人甲咱大家互动吼。第一个吼，我要教一个，大家一个叫做咱就惊咱变失智，所以咱要教大家失智操。什么叫做失智操？我喊一，大家可以跟着做。我喊一，手要放哪里？ 哎，手要放头，啊，这是1哦。哦，2呢，你的手先放你的右耳朵。3是拉你的左耳朵，对，好。4呢，你的手打大腿，啊，4。啊，5呢，2只手交叉，手臂交叉。6呢，摸鼻子。7。 拍掌，哎，8放肩膀，9呢手腕交叉，好，咱慢慢来，我喊口令，大家跟着做哈，啊，顺手把鸡毛个目睭尾个看有做唔对啊无哈，来，1、2，开始乱了哈，3、4、5。 我看到有人在迟钝了哈，6，鼻子对，7，哎对，8、9，好，我们快一点好不好？再来一次，1、2、3、4，哈哈哈，我抓到，啊，迄个感觉才50几岁了，好奇怪啊！ 过来，重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有通过啊，无通过，80分啊吼！安尼大家会记无？安尼咱可能嘛要袂真放心，咱甲考一遍，搁一遍。1、2、3、4、5。 6、7、8、9，停。哦，9摆在9这边，不要动。无遐尼简单，我对伊真足强。起码9按，哦 ，OK， 起码要甲颠倒摆。来，9，是安尼啦。9，哎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几分？我不是那么厚，我真歹哦，所以不然，今摆要乱叫，来，4啊。 6、9、8、
7、1、3、4。放进去啊，我食拢做袂消化。好啦，大家有放心哦，咱的新战队就是这么圆满，哦，多谢多谢。